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0月初5。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9到56节，申命记第5章第1节到21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10节。咱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起造圣殿的画质。因为新约所记载，特别是福音书所记载，法利赛人、经学士、祭司，因对律法的即种的坚持，甲互咱的即个刻板的印象中间，真侪人拢认为讲律法毋是好代志。特别咱咧讲到人本的主义、自由主义的人是反对律法，因甚至来反对政府，所以因强调无政府即种的思想。现代咱最近所拄到这所谓的安提法，基本上就是出自即种的思想的基础。到底律法真正是无好吗？那圣经的角度到底是怎样？咱要安怎来看？咱对历史的角度来看，差不多伫近代内底所有的集权的遮个统治者，拢是利用借着遮个反政府、反体制的思想甲方法来达成因的政治目的。但是伫因得到政权了后，因却是即种权力集中，互人民变做奴隶的集权体制。德国的纳粹、共产党，拢是利用即种，就是共产党利用这农民的革命来起家的。伫得到权力了后，因就成做即个集权的统治。体制就是讲，什么人有摕到权力，什么人就会当要求全国的人民照因的言论、照因的方法来执行所谓的人治。牧师之前也捌甲咱分享过，虽然民主的体制毋是一个完全的体制，但是嘛无拄拄下伫上帝的旨意，但是却是伫人的所有的体制中间，目前来看是上平和、上袂出问题的一个妥协的体制。即使咱无可能完全满意某一个人的领导，但是尊重却是基本的态度。咱倒转来伫即个圣经的教导内底，申命记第5章第1节到21节，再次提到10条诫的诫命。上明显的无共款的所在是第4诫守安息日的原因。咱伫出埃及记20章的所在，咱看见第4诫伊讲是为着要纪念上帝6日的创造，然后纪念第7日的安息。变到对申命记的时阵，是要为着纪念上帝对埃及甲以色列人带出来这个拯救的恩典。这个咱讲，这个诫命毋是死的，是活的，毋是死的戒律。因为咱伫世代中间咧纪念上帝的恩典，拢会有无同款。会通讲这是上帝甲人的即种活的关系。因为上帝对人的恩典袂永远停留伫迄个橡树麻啦，袂永远只是咧讲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袂永远伫遐咧描述西奈的旷野尔定。这是一个代表一个历史，一个象征。伫今仔日也咧甲咱讲，上帝悠远甲咱遮的所有的选民基督徒三甲地地。也甚至甲遐的外族
上帝也诚做因的拯救者。上帝赏赐咱的改变的原因，拢在改变，因为咱的境况无共款，咱的所谓的 context 无共。透过不变的原则，上帝的律法，互咱会通活出甲伊建立真美好的关系。这才是律法的目的。甲上帝见面的所在到底是甚物所在？不只是伫西奈山，也是伫上帝的圣所，也伫上帝的殿。有主耶稣基督做圣洁祭司的圣殿，有贵重活石做基础的所在。上帝的殿到底伫倒位？毋是干那伫耶路撒冷尔定，也伫现在的每一间敬拜上帝的教会内面，搁较是伫每一个人的心肝底。这是保罗甲咱讲的。因为咱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救的人，咱就必须爱伫上帝的圣所，甲耶稣基督同齐正做迄个活石被建立，也做伙建立上帝的圣殿。10条诫检采去互认为讲是真厚真久，但是耶稣基督活泼的救恩替咱立即个新的诫命，正对咱现代基督徒活出基督的准证。澳洲天主教一个神父古伦神父，伊捌写一本册，伊叫《活出10条诫的真自由》。咱若有机会，咱其实会当来读看卖，帮助咱来了解，搁较明白守诫命的活泼的使命，是一种起造上帝圣殿的活石的活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0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19篇49到56节，申命记第5章第1到21节，彼得前书第2章4到1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建造圣殿的活石。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新约的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以及经学士，甚至这些祭司们，他们对法律的坚持，以及我们有了这样的刻板的印象，许多人都认为律法不好，特别是这些人本主义、自由主义的人们呢，他们反对律法。甚至产生了所谓的这种无政府反政府的这种思想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个安理法，基本上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思想。但是在律法上面，真的是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吗？到底圣经的角度是什么？我们从历史角度上面来看，几乎近代所有的集权统治都是利用这种反政府、反体制的思想来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然而跟随在这个夺权的事情之后，却是看到一个权力的集中，变成了奴隶人民的集权体制。过去的那种所谓的无政府的理想也都不见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德国的纳粹、共产党的运作，也是利用所谓的农民革命来起家。但得到权力之后呢，他们却是用奴隶的方式来对待这些当时候跟他们一起发起革命的人民。更简单的说，无论是任何的体制，都有它的制度跟规范。即便是集权统治，它的体制，也就是所谓那个些拿到权力，或是我们说的枪杆子出政权了
他拿到权力之后，他就可以要求全国的人民按照他的言论执行，这个是所谓的人治。摩斯在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民主的体制虽然不是一个万灵丹，也不见得合乎上帝的旨意，但是却是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最平和、最不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妥协下的制度。即便我们可能不太满意某个人的执政、某个政党的领导，但是尊重却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跟态度，在这个基础之上。回到圣经的教导，我们看到申命记第5章第1节到21节，再次的提到那个10诫的诫命。那最明显的不同的地方是在第4诫守安息日的缘由。从出埃及记20章，我们看到，那个原因是说你要纪念上帝6日的创造，第7日的这个安息，所以我们要守安息日。纪念上帝的创造，后来变成申命记里面在讲的纪念上帝的大能的权柄，那个手膀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这个拯救之恩。这样子的变化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诫命是活的，并非死的戒律。在上帝与人的关系当中，其实是一个活的关系，因为上帝对于人的恩典不会永远只是停留在赐下玛拿，也不会永远只是带领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而已，也不是永远都是要去西乃的旷野或是西乃山去见上帝。上帝今天仍然是我们这些所谓的选民基督徒，甚至那一些不认识他的外族的拯救者。上帝赐给我们的诫命的缘由，也随着时代，随着我们的不一样的背景在改变当中。那意思就是说，上帝透过不变的原则、规范、律法，让我们活出与他建立美好的关系。这是一个活的，这是一个活的。与上帝见面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我们刚说过，不会永远是西乃的旷野，也不会永远是西乃山，而是我们在讲的那个概念是上帝的地方，上帝的圣所，上帝的殿。那个地方是有主耶稣基督作为圣洁祭司的圣殿，那个地方有贵重活石做基础的地方，就如同今天的彼得前书的经文所说的。那么上帝的殿在哪里？不只是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圣殿，这个是大卫盖的上帝的圣殿也在每一间敬拜上帝的教会礼拜堂里面，也更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保罗所说的，我们就是上帝的殿，因为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救恩得救的人，我们必须在上帝的圣所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成为活石，被建立，也一同建立起上帝的圣殿。10诫或许真的是被认为是老旧，的确它也是好几千年之前的，但是耶稣基督活泼的救恩也因着这样的救恩立下了给我们的新的诫命，成为我们现在基督徒活出基督的准则的一个方法。古人神父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活出10诫的真自由》。我们有机会不妨来读一读，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守诫命的这种活泼生命，乃是一种建造上帝圣殿的活石的生命。
而不是一个死的。